台南市65岁以上的长者健保费的补助，对今年7月份就要来实施。不过因为有排付的条款，真侪长者拢关心家己到底是毋是会用受补助。对此，议员彭一峰上午透过市政总质询问市府的社会局，除了所得税率5%的限制，另外受抚养或者是有土地、存款等是毋是有限制？对此，社会局长回应，受影响的长者大约17%左右。报抚养，所以讲呢，安尼报落去，这个比率安尼算我相当悬，有一个悬的比率。另外呢，那么真足侪咱的长辈伊名下也有土地，包括着农地也好，包括渔园也好，伊不动产，包括厝啦，种呢，这够算落去。因为税率是5%迄是所得税，所以呢，伊若其他的收入比如讲伊若买卖土地啦、租人的时阵向算收入，所以伊土地若无买卖囥伫遐的时阵，其实伊无收入的，所以可能就无交着所得税，伊就袂伊就当会得补助。另外，为因应青壮年口的选立，议员彭一峰嘛建议，是毋是会用伫西港的中央公园建立亲子馆，将占地大约1公顷的公园，透过地目的变更，调向多功能亲子馆来规划。对此，社会局嘛回应，如果款项无问题，会来向中央争取建设的经费。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。